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回報慢咗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精明選擇啊，埋邊就馬寶寶啦，中間夾住有喬峰啊，最出啊藍眼罩、朗影將啊，紫衫、黃帽、馬林中間有亨氣啊，而家出去外邊呢，有精彩啦，拱埋隻曾旺出去啦，大外檔啊紅眼罩知道穩勝啊，博內蘭就大回報，同埋咧粉紅衫白帽內蘭咧暫時墊有都靈冠星喎。好啦，最後300厘米啦，精明選擇中間透出咗，外邊追佢噶嘛，有朗日志強啊，出邊咧博愛先鋒啦，大外檔啊知道穩勝啊，偷入邊上有大回報，最後100厘米精明選擇佔先啊，率先上嚟嘅馬咧有亨氣啊，外邊位置追嘅馬咧仲有朗日志強啊，博愛先鋒入邊咧仲有大回報，接近終點亨氣拋離群區贏，精明選擇第2。第3名咧有大回報啦、博愛先鋒啦、朗日志強啦，咁啊幾隻馬比較接近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亨奇轉換咗啲配備啊，咁啊將對手拋甩野馬。精明選擇係咪第2機會高呢？中間追上嚟有大回報啦，中間藍眼罩、朗日志強外邊呢，仲有隻博愛先鋒接近啊。亨奇後尾都落飛贏馬嘅。